哇！呢一鍋聞住好似生化武器嘅臭屁醋，居然已經有2000幾年嘅歷史，仲係我哋老港口中嘅長壽秘方。今日就嚟解鎖下呢一道地道嘅廣式美食——臭屁醋浸雞火鍋啦！唔好睇佢聞住臭，食一啖就知道簡直香到痹啊！酸爽開胃嘅醋湯，燉住成隻走地雞，雞肉吸飽晒啲湯汁，潤滑爆燈，一啲都唔膩啊！一碗醋湯落肚，成個人都通透晒。《本草綱目》裏面有記載，醋係有開胃、散瘀、解毒、通氣、瀉肝火嘅作用。咁現代嘅研究仲發現佢能夠軟化血管，幫助消脂。我哋廣東人習慣喺坐月子嘅時候就用啲生薑、雞蛋、豬腳嚟煲臭屁醋嚟調理身體嘅。夏天天熱嘅時候可以煲一煲靚醋，啲醋滾嘅時候用個鼻多聞一聞，仲可以預防流感㗎。咁加啲梅菜、黃豆一齊煮嚟食仲可以降脂消滯㗎。平時胃口唔好、容易感冒嘅朋友仔或者產後有需要調理嘅寶媽呢一煲藥食同源嘅寶藏，記得馬上收藏啦。最後溫馨提示一下大家，臭屁醋同臭豆腐係一樣嘅，聞住就好臭，食落就好香。快啲同你嘅朋友仔一齊嚟嘗試下啦！今時今日保命要緊啊，保持營養均衡，疾病拜拜。記得點讚同埋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喎。